父親節快閃柳州2026，計劃係星期四晚放工放學出發，點知呢幾日不斷咁喺度紅黃黑雨，一直都好擔心，連高鐵都暫停咗幾次。不過感謝主，我哋最後成功出發，上到高鐵啦！搭咗1個鐘去到廣州南，又一人等的士。揀咗呢間城市便捷酒店，只係瞓1晚啫 ，OK 啦，不過不失，簡簡單單，仲可以睇世界盃添。第1晚就咁完啦。第2日端午節，我哋搭8點高鐵去柳州，其實10幾分鐘嘅車程，不過因為的士兜錯路，嚇到以為差啲趕唔切，最後無驚無險上咗車，3個半鐘，最好就係睇世界盃直播啦。到埗柳州後就去 check in， 去住呢間溫德姆花園酒店，望出去係河景嘅，不過我 book 錯房，我哋間房竟然係望唔到河景。休息一陣就去第一個景點五星街，去到柳州梗係要食螺螄粉啦。第2個景點係馬鞍山，冇錯係柳州馬鞍山，不過因為朝早係紅色預警，纜車仲未開。但係我哋去到嘅時候呢，又開返咯，所以我哋成為第一批遊客，亦都係因為咁，所以我哋唔使同人哋逼啊。第3個景點文廟，呢個廟主要都係俾啲高考生、俾啲會讀書嘅人嚟拜下啦、影下相啦、打下卡咁啦。其實就冇乜特別嘅，不過就好大咯，行到腳都跛埋。去埋呢個景點都攰啦，返酒店休息下先。而我哋就好爭取時間玩獨木舟過河。最後一站瑤埠古鎮，順便喺呢度食晚飯，揀咗間苗寨餐廳。現場仲有歌舞表演添，不過其實係嘈到拆天啊！真係要戴耳塞先得啦。嘢食嚟講就好一般，嗌咗個冰鎮天麻，有鴨，有紅燒肉饅頭。呢個就特別啲，呢個係呢個五指毛肚牛，擺明係做遊客生意嘅。不過算啦，食飽就再行下個古鎮，影下相。都好多遊客專登嚟呢度打卡㗎，連當地消防隊都嚟呢度打卡添。然後就返酒店啦，發覺原來酒店樓下仲旺過嗰啲遊客區啊。2個老人家返上房，而我哋就去茶夫洗頭，感受一下將個頭放入焗爐嘅滋味。第2日完，第3日包團，搭個幾鐘頭啫。第1站去呢個綠寨香橋岩溶國家地質公園，感受一下呢個擺渡過山車。呢個地方不外乎都係睇下岩洞咁啦。由於我哋嘅祖國實在太多岩洞同鐘乳石，其實都睇到有啲膩嘅。不過呢個位呢，就真係好靚嘅，好似一幅畫咁。成個參觀嘅過程好似都唔使半個鐘定1個鐘，好彩2個長者係免費啫。去食飯中途見到一條村浸咗，之後第2個景點去中道古鎮行街食飯。經過呢個國民黨辦公室，入邊有好多孫中山嘅照片。行到咁上下，夠鐘食飯醫肚啦。我哋揀咗一間柴火粉，食完柴火粉又搭返個零鐘頭車去市中心。今次帶埋2個老人家去玩洗頭。最後一晚晚餐就滿足2個老人家去商場食飯。食飽又去酒店樓下散下步先。見到啲河水位漲咗好多，點知好戲在後頭。冇錯啦，就係第4日一朝早起身，見到酒店門口已經浸到上嚟啦。好彩酒店有條後門可以走人。最後一個景點係去青雲市場，不過2個老人家話唔去，其實都幾值得去啊。
呢個市集主要都係掃下街，見到有恐怖嘅腐乳，有五色飯。返到酒店繼續欣賞一年一度嘅水浸。後來先知原來因為上游貴州嗰度排洪，交通警都嚟封路。最後俾大家欣賞下當地人點樣喺度自娛尋寶。4日3夜快閃柳州完啦，最後搭4個幾鐘嘅高鐵，帶住新冠病毒返屋企。